安平的渔光岛这几冬来是台南正出名的观光景点，有真侪人嘛会伫遮耍水迄个活动。不过，这届三道里风台所带来的风影，嘛造成北边的土花崩塌倒丘，影响到景观甲安全。高雄港务分公司就表示讲，因会用自然未改变在地面貌的工法来进行改善。 来到渔光岛北边，本地才有一大片土花，不过因为三岛市风台风影真大，甲土花拍甲放起，当然唔知影已经待偌久的废弃物甲石头啊，拢走出来，若无好看，对来这行搭的民众来讲，嘛有安全疑虑。确实啊，因为这附近其实也蛮多民众在平常会来这边玩水，所以如果环境好的话，其实大家还是会更想来的意愿会更高。废弃物的话，如果当然有人清最好。北侧这里哈，你看那个大浪把这些。 土石啊，都冲出来一些废水，不单是在美观上很不好看，而且这些建筑废弃物如果在水上的话，会有这些危险性。安平渔光岛这几年真做台南的热门景点，便到休困节啊，拢会出现大量游客，所以公部门嘛投入真侪资源，进前水利单位伫土壁下骹放石头有防护效果。不过这届海用拍的地点拄好无放石头，而且佫连续经过2粒风台霜冻。 港务公司表示，未来会以自然、未改变在地面貌的工法来改善。夏天会比较容易有一个侵蚀现象，然后冬天就是在秋冬的时候就会回忆现象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，也会以原来的一个地形地貌，以像它的沙滩的一个养护为优先的考量。另外，渔光岛嘛暗港会当甲雨水排落去海底，大概做风台大影都会甲沙呛入去暗港塌掉咧。这2届风台拢发生同款状况。目前港务公司嘛发包予厂商来清理，解决问题，守护台南的观光景点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